最近見咗一位有意嚟學習八字嘅老先生，外表睇嚟60出頭，閒談時似知已70開外。老先生表明自己已經斷續咁學習八字有30-40年，曾隨師學習，亦有閱讀新舊經典及網絡視頻自學多年，涉獵之廣遍及各大小知名門派。佢提到嘅江湖往事及某啲門派發展嘅起落，道基亦先有聽聞，反倒係俾我上咗一課。老先生已有牢固嘅玄學知識，佢自問懂得唔少門派嘅關鍵技法，仲毫不吝嗇咁分享一啲口訣。但與此同時，佢又不恥承認自己無法掌握流運流年嘅得失吉凶，所以內心一直耿耿於懷。呢個亦都係佢嚟揾道基學習嘅主因，希望我能夠針對佢嘅問題作出指導。道基聽後亦毫不掩飾咁表態，佢呢一種簡單直接嘅坦率，正係自己最喜歡嘅類型。喺整個對話過程中，老先生先後問咗道基2次關於學習術數是否需要天賦嘅問題，一次係初見面不久後問到嘅，另一次則係對談結束前問到嘅。顯然老先生十分在意呢一點，相信係因為老先生年輕嘅時候曾被2位師傅告知其八字中帶有文昌與華蓋2粒神煞，並強調正係因為見佢具備玄學天賦，先至願意收佢為徒。關於呢條問題，道基不知俾人問過幾多次啦。我每次嘅回答都不盡相同，主要視乎當刻係咩場景，對方係咩知識背景，對方係認真嘅發問定係作為聊天嘅話題等。老先生呢個情況係既自信自己有能力，又質疑自己能力嘅表現。道基承認第一次嘅回答係稍為敷衍啦，到第2次嘅時候，我認為一個比較全面嘅回答先至足夠尊重對方。以下係道基對老先生第2次發問後嘅大概回覆，記憶略有不及，當中話有缺，話有補。記老先生在讀本文時不嫌冗長。首先，八字命理中有唔少神煞或干支都俱全，能賦予命主玄學或宗教天賦。道基係不以為然嘅，因為呢啲神煞並非以玄學、宗教或其他神秘學作為基礎特質，而只係從其他引申意義中強行導入落神秘學嘅。以較多人認識嘅華蓋為例，現今通常會將命帶華蓋嘅人理解為具有藝術天賦，又或對宗教、哲學、玄學等領域擁有濃厚興趣同才能。但其實華蓋係古代遮陽或者裝飾嘅傘狀車蓋，呢一種特殊嘅物品通常係達官貴人出巡時先會用到嘅。其取名嘅本意係高貴超然、不同凡響，而並非與藝術或者神秘學等學問直接相關嘅。華蓋之與呢一類學問扯上關係，主要係源於其非凡不落俗嘅特質。意思即係命太華蓋嘅人走去賣咖喱魚蛋，佢嗰份咖喱魚蛋都係特別高貴不凡嘅，可能係悉心調製過而獨一無二嘅咖喱，又或係用上比同行品質更優秀嘅魚蛋等。如果真係要嚴格界定邊一粒神煞與玄學天賦有強烈嘅直接關係，道基只會認同紫微斗數中嘅天巫。此星顧名可思議，所謂巫者便是接通天地之人。天地當然包括一切自然與非自然力量，以及其與之相關嘅學問。天巫星人皆有之，亦有其他引申意義。只有天巫坐命宮配上機、月、同梁，方可謂天生血脈，先至被斷為自帶玄學天賦之人。當然，點樣定義天賦，各人嘅標準不盡相同。喺足球世界內，C 朗拿度便被定性為努力嘅代表，美斯再被定性為天賦嘅一方。咁唔同 C 朗拿度冇天賦嘛？C 朗拿度嘅天賦不高嘛？不過最重要係對於學習玄學嘅人嚟講，學習玄學真係需要天賦嘛？喺回答呢條問題前，大家不妨先諗一諗，所有嘅職業運動員都係擁有運動天賦嘅人嗎？你認為學習打籃球、踢足球、繪畫、下棋需要天賦嗎？如果你一星期練習5日，每日花8個小時練習，再用上3年時間，你認為你仲會學唔識嗎？你認為市場上嘅每一位職業玄學家、術數師都自帶天賦嗎？道基可以肯定嘅講，凡係頂尖高手，必定係具有該個範疇嘅天賦嘅。但具有該個範疇天賦嘅人，好多時都唔會成為該方面嘅頂尖高手。原因係當中仲有其他個人內在條件以及環境因素可以大幅左右。例如全中國14億人就冇一個擁有頂尖足球天賦嘅人咩？明顯係唔可能嘅。無論係學習咩知識或者技能，如果只係為咗擁有該個範疇嘅表層知識或者技能，最需要嘅係正確嘅資訊及方法。天賦或許能夠協助你更快速咁掌握，
但除此之外，便冇咩關鍵性嘅作用啦。而之後，無論喺學習中嘅任何一個階段，特別係大眾市場上嘅公開資源已經無法滿足你嘅時候，最需要嘅仍然係正確嘅資訊及方法，而伴隨嘅便是興趣及恒心。興趣及恒心嘅重要性一啲又唔比天賦低。天賦係協助自己辨別正確資訊及方法嘅能力，有一定比冇好。但只有你始志要成為頂尖高手時，天賦先能夠充分顯現威力。師傅、老師又或其他同好指導者，就係有可能為自己提供正確資訊及方法嘅人。雖然能否得遇良師係思源嘅問題，但若能夠從學習中尋得樂趣及有不停改進嘅恒心，即使天賦不足，亦定然能夠更上一層樓。